来看，昨早起伫花莲市的中正桥，一桥倒摆民众熊熊昏倒，伊家己嘛毋知影讲发生啥物代志。后来有热心的民众提供行车记录器，才发现讲，伊是互一台吉普车去弄到人了，这台车就落跑了。行车记录器翕到一台吉普车伫咧经过花莲市中正桥北向正边换车道时阵，启动到一台奥多摆，后壁这台车赶紧打档啊！一个骑奥多摆的人跋倒了，家己爬起来，甲车牵到路边。这状况就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然后就突然被后面的车辆就是碰撞到，然后就跌倒了，然后就没有印象了。之后就是脑筋一片空白这样。这件车祸发生伫咧初高早起7点左右，被两个骑奥多摆的民众规身躯受伤，警方到场也无法度确定伊为什么绊倒。好甲再有民众主张提供行车记录器的画面，警方根据车型甲附近的监视器做比对，找到车主。该肇事自小客驾驶未停留于现场近40厘。警方接获报案后，立即赶往现场了解。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画面，掌握肇事车辆。目前已通知肇事车主到场说明。车主是甲警方讲，迄当阵就是讲连下白点，所以无停车。不过警方伫涂骹有发现正明显的动车的痕迹，所以是依照肇事盗窃罪嫌移送法院地检署侦办。记者综合报道。